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，无量妙行之本处，无量功德之源头，是真空妙有，虚灵不灭的。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，至高无上的。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。三界十方，三界是指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十方之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，表上帝的性体净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。三界28天图万灵真，在说明上帝的圣灵